头来这个新冠病毒作乱，台南正统龙里门的圣母庙，为着要替各界来祈福，发起妈祖宽大的活动。上界特别的是，唔是用传统经轿，也者是坐车的方式，是用路跑的方式，由这个3天9年级的选手来领军，宽台湾岛一连。按算要用21天的时间，爱着妈祖的身上走1139公里，希望妈祖保庇疫情早日来退散。一群人脚踏台湾的土地，肩胛头卷起来是台湾重要的信仰妈祖。日头赤夜夜安尼走，对台南出发，靠双脚软公路，行海划线。21天的时间，总算是完成妈祖摄台湾一连的任务。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为着祈福台南鹿耳门圣母庙发动这个活动，由3天的教练蔡明仪领军，9位选手陪同，爱妈祖上走1139公里，来到宜兰县长林祖庙爱妈祖走一段路。各县市的民众拢做热情的捧场，最后完成任务，信徒大声喝休，妈祖回来到庙室。怎么样的天气，我们都是照一定的计划前进，没有翻跟到，才能顺利，而且每个人都完善。足神奇的，就是有一只小狗就对啦，伊3脚哦，但是伊陪妈祖走3公里。大家陪妈祖台湾摄一日真顺利，嘛希望疫情会当较早过去咧。